梁議員提出嘅問題，我哋今年呢係有3個項目，一個係15運，第15屆全國運動會啦，同埋第12屆殘疾人運動會，同埋第9屆嗰個奧林匹克殘疾人運動會。我哋澳門城班有一共係7個項目，其中呢15運係5個項目。個殘奧運有2個項目，喺度密鑼緊鼓咁樣籌備緊。我哋會同香港同埋廣東省呢，係將15運呢幾個運動呢係會安排好。同時呢，我哋會希望呢借嗰個契機啊，同粵港澳大灣區同埋葡語系國家呢，真係聯動起上嚟，將嗰個體育之城或者體育家呢個推廣出去。再下一步呢，就係同嗰個業界同粵港澳大灣區一齊呢，係推進呢個通過呢個辦呢個過程呢，係好多，因為佢之前會籌備好多活動嘅，而家呢就有啲安排緊，即係旅遊、體育旅遊一齊結合起上嚟嘅一啲，譬如2025年呢，有佢嘅周遊列澳都有嘅，即係類似呢啲社區嘅旅遊資助啊，一齊去做旅遊激勵啊，國際旅遊產業啊，會展聯動啊，利用呢個一系列嘅嗰個體育為主題，大灣區一齊去推進呢啲項目嘅進行。大灣區裏邊有好多體育活動，有啲籃球賽、青少年啊，區域嗰啲體育項目嘅交流，呢啲都係體育總會啊、體育局嗰裏邊有啲資助呢啲項目去做。15運呢前後，體育局嗰方面呢，同埋業界一系列嘅活動，佢哋會推進。籃球又好，足球又好，佢哋都有安排呢方面去推展嘅。國際合作呢，主要係同葡語系國家通過中葡平台去進行嘅。佢呢個呢，有個2025年呢，準備計劃邀請呢葡萄牙嘅游泳隊嚟到澳門集訓，去備戰啦，即係交流啦。中國資助中國澳門奧林匹克個運動會啊，奧林匹克運動會咧，去葡語系奧林匹克總會裏邊嘅會員大會裏邊，開展一啲參加呢個大會嘅一啲活動。下一步呢，我哋體育總會啊，係咪業界啊，同我哋嘅體育局裏邊，同嗰個一齊去聯動。睇下點樣利用好我哋嗰個3個正話講嘅大會裏邊，開展一啲跨區域嘅體育，一齊進行啲聯動嘅活動。